2025年10月的香港，本該沉浸在 TVB 視後胡定欣與外科醫生陳建華 Aiken 新西蘭雪山婚禮的浪漫餘韻裏，誰能想到一場新婚夜驚便直接掀起全港輿論風暴。從10月3日秘密完婚到10月6日才官宣喜訊，這段被外界誇成真愛無關排場的婚姻，居然在24小時內急轉直下。新婚夜撞破丈夫和閨蜜在婚房密會，新娘當場崩潰逃離婚宴，新郎直接神秘失蹤24小時。這劇情港媒都直呼比 TVB 台僵劇船刺激。10月6日午夜，43歲的胡定欣在社交平台甩出紅底婚紗照，配文好時神仙找到你，天公對待我真好。落款日期2025年10月3日，這才揭開一場籌備近數月的秘密婚禮。這場在新西蘭南島皇后鎮雪山湖泊間辦的儀式，未伴娘伴郎，沒親友圍觀，連婚紗照都是臨時拍的。新郎陳建華緊張到忘帶婚戒，直接用登山繩繞兩圈當信物。胡定欣事後傳抱怨：我本來想穿衝鋒衣，他非說結婚得正式點，他值得被寵成公主。婚禮策劃團隊的人說，陳建華半年前就聯繫新西蘭當地機構，要求婚禮必須絕對私密，連團隊安排的攝影師都不用，自己拿運動相機全程拍。胡定欣在社交平台曬的獨照裏，潔白婚紗配着雪山藍天，配文上周五真是完美的一天，粉絲都誇最美新娘。可童話背後早就有裂痕了。據知情人士說，胡定欣原計劃邀請胡說八道佢的姐妹團胡杏毅、李思華、胡佩慧、黃智雯、姚子羚去新西蘭觀禮，結果婚禮前3天突然改口，只說婚後回港補辦喜宴。他怕姐妹們反對閃婚，畢竟陳建華比他小6歲，又是圈外人。圈裏人這麼分析，胡杏毅在10月25日電影第4幕開鏡儀式上傳無奈說，我們也是發帖前半小時才知道消息，他太忙了，到現在都沒聯繫上。10月3日下午8點，婚禮儀式結束，胡定欣和陳建華在雪山腳下草坪切蛋糕，周圍就3個工作人員看着。10月4日凌晨2點，兩人回皇后鎮酒店分房，監控顯示陳建華進房間1小時後就獨自開車去鎮中心酒吧。凌晨3點15分，酒吧監控拍到陳建華和個戴鴨舌帽的女子進 VIP 包廂，2小時後兩人一起走了。凌晨5點47分，胡定欣被發現在皇后鎮主街赤腳狂奔，婚紗裙擺全是泥，手裏攢着被登山繩纏着的緞子戒指，後來才知道是拍攝道具。10月4日10點，陳建華的租用車停在機場停車場，車裏放着未拆封的婚禮回禮禮盒，人卻不見了。10月5日下午2點，胡定欣獨自搭航班回港， IP 地址顯示他再未上過社交平台。他衝進酒吧時，整個人都在抖。目擊者跟港媒說，胡定欣凌晨5點侵進陳建華和那女子在的包廂，當場質問他是誰，接着崩潰大哭，找起桌上的香檳瓶就砸向鏡子，碎片劃破右手虎口，後來在機場被拍到大創可貼。陳建華的反應更絕，直接推開胡定欣奪門而出，留下一句你冷靜點，就開車去機場了。神秘第三者、閨蜜、前度，全是娛樂圈慣三。是人一出，焦點全在和陳建華密會的女子身上。監控畫面模糊，但港媒靠髮型、身高和包款列了3大嫌疑人。有網友說那女子戴的項鏈和胡杏毅2024年生日繪同款。胡杏毅趕緊晒行程表自證，我在香港帶娃，項鏈是借給造型師的。醫療圈的人說，陳建華2023年曾和個林姓護士交往，對方在他任職的香港養和醫院工作，但那護士2024年就移民加拿大了。狗仔序拍到10月2日，婚禮前一天，陳建華在皇后鎮超市和個戴墨鏡的女子買食材，女子側臉和2024年港姐5強袁嘉敏超像。袁嘉敏經紀人回應，她在歐洲拍廣告，時間對不上。最輝劇的爆料來自匿名論壇，
一個自稱婚禮策劃助理的網友發帖，新郎婚禮前夜一直和個粵語發音不標準的女子視頻，對方不停叮囑記得帶藥。這描述和陳建華2024年採訪時說的母親有高血壓需每日服藥吻合，但胡定欣閨蜜團馬上反駁，他媽媽2023年就搬到新西蘭定居了，怎麼可能用粵語視頻？胡定欣婚姻危機鬧得全網皆知時，他前任陣展鵬的街頭受訪視頻突然流出來，被問是否祝福胡定欣，他冷笑說：有些人的戲演着演着就成真了。就這46個字，被港媒解讀成暗指胡定欣炒作婚姻。回看兩人淵源，2016年 TVB 劇《城寨英雄》李胡定欣和陣展鵬的吻戲引發熱議，2017年旋傳出因輝生情。雖然雙方都否認，但陣展鵬2018年閃婚後，胡定欣在採訪裏落淚說錯過對的人。這次陣展鵬的狠話，讓網友猜測，難道當年分手有隱情？面對輿論壓力，陣展鵬妻子通過經紀人說，展鵬只是感慨人生如戲，沒別的意思。胡定欣則一直沉默。10月8日只在社交平台引用張愛玲的話：人生是一襲華麗的袍，裏面爬滿了虱子。新郎陣建華24小時失蹤，港媒可未放過，深挖出更多內幕。醫療界的人說，陣建華任職的香港私立醫院仁安醫院，大股東正是胡定欣2024年代言的醫美品牌背後金主。這段婚姻從一開始就三集利益。財經記者分析，胡定欣代言費800萬港元，陳建華的科室去年剛引進那品牌投資的醫療設備。更耐人尋味的是，胡定欣婚禮後宣布暫別娛樂圈，赴新西蘭陪丈夫行醫。仁安醫院馬上發聲明，陣醫生已申請長期休假，具體返崗時間未定。這像是預謀好的退出計劃。娛樂評論人說，胡定欣近年作品減產，TVB 事後光環漸淡，或苦想靠婚姻轉型。不過10月9日，一個自稱陳建華好友的網友在論壇爆料，他在婚禮當天接到電話，對方威脅如果不配合炒作，就曝光你醫療事故的舊料。這言論很快被刪，但已經讓網友這場輿論風暴裏，胡定欣的胡說八道繪姐妹團表現各不相同。胡杏兒10月25日公開喊快點找我啦，10月31日卻被拍到和丈夫李成德、胡定欣夫婦聚餐，傳送了純金龍鳳燭，香港傳統婚嫁習俗，寓意龍鳳呈祥。照片裏，胡定欣帶着龍鳳燭笑，但手腕上的創可貼旋很明顯。杏仁送龍鳳燭是想用傳統習俗綁住這段婚姻。分疆行業的人解鬥，但胡定欣收下禮物，可能只是給姐妹面子。其他成員則選擇沉默。李施嬅在巴黎看展，黃智雯忙舞台劇排練，姚子羚被問時只說私人事務，不便評論。截至10月10日，陣建華旋是沒現身，手機一直關機。社交平台最後更新停留在10月3日婚禮當天的雪山風景照。胡定欣取消了所有公開行程，只通過經紀人說婚姻是兩個人的事，感謝大家關心。港媒已經分成兩派，一派堅信胡定欣遭遇渣男，豪門夢碎，另一派質疑整場婚姻是炒作，為復出造勢。網友最關注的是10月11日胡定欣將出席的慈善活動，這是他新婚後首次公開亮相，到時候他無名指戴不戴婚戒，就是判斷婚姻存續的關鍵信號了。在娛樂圈，真相比戲劇旋荒誕，資深娛記總列，但不管列局如何，胡定欣都贏了，他讓全港記住了他的婚禮，哪怕是以最狗血的方式。